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，英國首相施紀賢 Keir Starmer 正式簽咗條約，將查過斯群島 Chagos Islands 交返俾毛里求斯 Mauritius。過程中雖然面對法律訴訟，但最終無阻完成交易。條約內容包括英國每年俾1.01億英鎊租返迪亞哥加西亞 Diego Garcia 軍事基地，租期係99年，總額可能高達30億至300億英鎊。呢筆錢會由國防部同外交部出，部分更會用咗新加嘅國防預算。協議受到美國同其他盟友支持，但引起英國國內爭議，包括冇經國會審批、查過私人權益未獲保障，仲有人質疑政府削福利同時又大灑金錢。施紀賢就話唔簽嘅話，可能俾中國等國家落腳，對國家安全有威脅，所以係被迫作出嘅決定。詳細新聞內容：英國首相施紀賢正式簽咗條約，將查過斯群島主權交返俾毛里求斯。即使之前有法律挑戰，想阻止呢個行動，但最後都冇成功。根據條約，英國會放棄對查過斯群島嘅主權。不過，英國同美國喺迪亞哥加西亞軍事基地嘅合作會繼續。施紀賢話，英國會用每年1億100萬鎊嘅租金，向毛里求斯租返呢個基地，租期99年，加埋一共要俾成1000億鎊。不過，今次交易嘅實際成本就有啲混亂，因為呢個1000億數字係加埋通脹，有啲講法話扣埋通脹因素，其實成筆帳加起嚟可以高達300億鎊。政府就堅持話，實際淨值只係34億鎊，筆錢會喺國防部同埋外交部預算中撥出嚟，但政府仲未講清楚邊個部門會俾幾多。不過可以肯定，呢筆開支會用咗部分最緊加撥俾國防部，用嚟提升軍費到 GDP 嘅2.5%。條約仲提到，英國會同毛里求斯一齊管理衛星通訊嘅電磁頻譜。施紀賢聲稱英方會有主導權，但細節未完全清楚。仲有一項細節引起爭議，就係每次如果英國想有迪亞哥加西亞出兵攻擊第三國，就要預先通知毛里求斯。雖然首相發言人話英國對基地有完全控制權，但呢條款都引起咗唔少關注。施紀賢為咗保住呢個協議，強調話如果唔快啲簽，毛里求斯喺國際法庭好大機會贏官司，到時英國連談判空間都冇。佢喺英國軍方總部發表講話時話，我哋喺查過斯群島嘅基地係英美安全合作其中一個最關鍵嘅貢獻，幾乎所有我哋喺基地做嘅嘢都係同美國一齊進行。特朗普總統 Donald Trump 都表示支持，因為佢哋睇到呢個基地嘅戰略價值，唔可以俾其他國家搶咗地頭。如果俾毛里求斯再次入稟打官司，施紀賢話英國冇乜勝算，可能幾個星期內就會受到臨時禁制令。美國方面對協議表示歡迎。美國國務卿魯比奧 Marco Rubio 話，呢份協議確保咗英美軍事基地長遠穩定運作，對地區同全球安全至關重要。施紀賢話，就算咁貴，其實都仲平過維持一艘航空母艦嘅開支。國防大臣賀里安張希里就話，世界越嚟越危險，迪亞哥加西亞嘅軍事基地就越嚟越重要。冇咗呢個基地，我哋打擊恐怖主義、保護海外利益同駐軍都會變得更加困難。外交大臣林德偉 David Lammy 就補充話，美國、澳洲、加拿大、印度都支持呢份協議，因為佢哋知道呢個基地對全球安全有幾重要。而呢份條約原本喺星期四凌晨3點簽，
但因為有查過斯原住民發起緊急法律挑戰，英國法官朱利安古斯爵士 Sir Julian Booth 臨時頒令叫停，令原定7點簽署儀式押後。但法官張伯倫 Mr. Justice Chamberlain 喺幾個鐘後駁回禁制令，政府即刻加快手腳處理，避免再有人上訴成功。發起挑戰之一嘅龐貝女士 Beatrice Pump 係英籍查過斯人，喺迪亞哥加西亞出世，但6個月大就俾人趕走。佢話今日真係好傷心，但我哋唔會放棄。佢認為呢份協議會對查過斯人造成不可挽回嘅傷害，違反人權。施紀賢最後話，如果唔簽條約，英國將冇能力阻止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喺查過斯群島設立基地，甚至搞聯合軍演。佢話冇一個負責任嘅政府會容許呢啲事發生，所以我哋冇得揀，淨係可以按英國國家利益去做。不過呢份協議仲未攞去國會俾議員睇，已經簽咗，引起唔少反對聲音。保守黨影子國防部副部長馬克方高斯 Mark Francois 話，簡直係黐咗線，一邊削福利，連長者冬季取暖津貼都唔俾，一邊又話要俾1000億英鎊租返我哋本來擁有嘅基地，完全唔合理。佢仲質疑，如果大部分費用由國防部支付，會唔會影響到之後嘅戰略國防檢討？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